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4，箴言14章23节安尼讲：百般的着磨，拢有利益。嘴唇讲济济话，就递到上香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百般的着磨来有利益，毋是嘴讲济济，递到上香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骨力最刚的上帝，也是供应阮一切需要的天父。主啊，你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主爱扶持万物，各将工作的恩典赏赐阮。互阮伫劳碌中经历你的同在甲祝福，主啊，阮要敬拜你，尊重你，感谢你每日赐下快乐，甲阮三角伫地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，远离贫惰、空嘴甲夸口，无互阮只伫嘴讲疼你、疼人，总是无实际的行动。主啊，求你找圣神提醒阮，互阮的信心会通化作疼人的福势，互阮的言语会通成做真实的见证，互阮的心志会通实践，互阮成做有果效、有见证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